一半，幸福美满常相伴。来，吃第3口，点干杯，我喊3、2、1，大家说干杯，大家就干杯，好吗？好，来，做好准备，新郎新娘，1、2、3，干杯！好，这在今天新郎新娘喝下他们血脉相连的交杯美酒。哎，这是个什么仪？这是什么仪式吗？新郎给我解释一下。就是我奶奶的对我们的心意。啊，那是奶奶是吧？奶奶的心意是吧？好的，那来喝一点吧，奶奶的心意。好，那咱们今天重要的时刻，让我们掌声有请新人的爸爸和妈妈隆重登场，有请新娘爸爸妈妈。